我第一次食呢一種獨立包裝嘅自助烤肉啊，99蚊100分鐘，內蒙古嘅牛、進口牛甚至和牛都係任食，好好吃啊！老實講俾啦，今日專登入到嚟龍尾食一間最近好紅嘅朝鮮自助烤肉，我揾一揾個位置喺邊度嘅先，係好麻煩。佢個書包好似嗰啲攞嚟燒嗰啲。如果你把口再係咁臭，等陣我就會將佢掟落個烤爐嗰度一齊烤咗。到啦，你睇下，佢咁 Q 犀利嘅呢度，佢話佢全部攞晒 number one 喎。你好，歡迎光臨，兩位有沒有位？有位有位。能吃多久？100分鐘。敢不敢走？不敢。收不收押金？不收，我們盡量是分期兩次，不要去浪費就好了。這裡是放題還是自助？我們是自助加放題兩種模式。我想問中午多少錢一位99，晚上呢？晚上是108。你食過呢啲99蚊嘅烤肉自助餐未啊？未啊，就係呢啲啊，清！我上網就睇住呢啲嚟㗎，就係咁樣嘅。所有嘅呢啲肉嘅話咧，都係一份份咁樣樣，每一份烤肉全部都係獨立包裝㗎。哇，好正啊！佢咁樣一辣，全部都係啊！係攞呢個啊，清嗱，佢兩種唔同㗎。呢個係正常嘅牛大腸，嗱呢邊咧，呢邊就係和牛㗎啦。這裡是我們調味的肥牛和原切的後胸肉，我推薦的必拿的就是我們的五花肉啦。第二種和牛的牛肉粒，這一款這也是和牛嗎？啊，這一款呢是我們調味的麻辣肥牛，喜歡吃辣的朋友，這一款非常推薦。啲粉絲話：如果咁樣兩個女人第一次攞住咁多先咯啊！我想問你們所有的牛都是用內蒙古的牛？肥牛是用美國進口的，還有一部分和牛是來自於我們中國布拉蓋在那裡飼養的澳大利亞血統的和牛。我想問方便麵也是用拿？對。即食麵係可以掃碼落單嘅，其實佢嘅區域唔算太大，佢就由4個嗶哩吧啦區整成㗎。呢度有一個嗶哩吧啦水，嗰邊有一個嗶哩吧啦麵，嗰邊有啲嗶哩吧啦菜，跟住嗰度就係嗶哩吧啦肉咁樣樣咯。佢呢度嘅烤肉其實係比較乾淨同埋認真嘅。佢就話如果你攞出嚟之後，你成日擺翻落去，佢哋會扣你15蚊一盒。好彩冇帶翻嚟，如果唔係一定做呢啲嘢。跟住我啱啱咧重新落單咗一啲東西，有好多嘢係佢喺現場現撈嘅，咁佢就會另外再上咩牛眼啊、牛心啊、跟住牛舌啊嗰啲嗶哩吧啦，就另外手機再叫。然後跟住我叫咗3杯嘢飲嘅，佢係嗰霸王茶嘅配方嘅。老實講，你未食都已經覺得抵啦。嗱，呢個係和牛牛腸啊，好驚啊！呢個係菠菜味，你最中意食菠菜㗎嘛？啲腸粉啊！呢個佢話係殺豬品種嘅小肥豚喎。你點樣可以即係話100分鐘裏邊食快啲咧？先將所有帶油脂同埋烤得最耐嘅嘢放上去先，就係我哋嘅肥腸。呢個可以烤20分鐘嘅，然後跟住烤豬五花、魷魚。這是我們和牛的牛肉粒，真的是和牛啊，100%啊！就你現在點的東西已經遠遠超過了200。呢個啱啱我哋嗰嚿豬五花蝦。哇，太好吃啦！點樣做啊？嚿豬五花質量非常之好，佢夠厚啊，所以佢烤起身爆油啊！喺一個99蚊嘅自助餐有個咁樣嘅豬五花，非常抵玩。我話俾你聽，豬五花出面好貴嘅，知唔知？出面貴嗰啲喺遠景路可以一條200幾蚊都敢食。魷魚係咪唔同啊？色水？難聽啲講句啊，好多自助餐都做唔到呢種魷魚啊，就係出邊食啫煲嗰種魷魚，佢個魷魚真係幾新鮮。哇！真喺我啱啱做探店嘅時候，呢味嘢好紅㗎。老實講，你有去過遠景路食飯嘅朋友，6條牛腸，呢度起碼都138啦吧？呢個係餡料嘅腸啊，真係非常乾淨，太乾淨啦，好好吃。點解牛腸呢家嘢會咁紅啊？因為佢嗰種油脂係人哋天生條腸就係咁多油脂啊，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我試下原味啊！哇，真係好好吃，你們質量好高啊！佢呢個自助餐嘅肉真係你只要嚟食過，你就會知道佢一定係已經達到咗單點級嘅嗰種水平。佢話呢個係和牛嘅眼，呢個係和牛嘅牛腰啊！漂亮，這個好漂亮，我好有興趣，這個牛眼睛啊！就是我愛的口感，成塊嘢就係膠。呢種煙韌，佢唔會難嚼，係軟嘅，但係有口感嘅，非常好，一啲都唔會奇怪。嗱，呢個就係牛腰。我從來沒有在自助餐裡面吃過腰子啊，口感太好了。其實你想知咩係副案嘛？就係豬腰咯，佢會比豬腰多咗少少牛香。哇，攞到去咁啊，話俾你聽，太好食啦！你們呢些韓國方便麵多少錢一包啊？接近10塊。哇，好得意啊呢個！我哋加熱水之後咧，跟住喺度攞一啲咩菇啊、嗶哩吧啦，跟住擺喺度，佢就會開始煮。跟住煮完之後，我哋再喺度攞泡菜，仲甚至可以問佢攞生雞蛋。好正啊！蝴蝶，
古典。直到呢度為止嚇，其實我哋兩個人咧係仲可以繼續去攞嘅。咁我哋計咗一下，我哋今日攞咁多嘢，再平真係再平單點嚟講嘅話，我哋呢度起碼都250蚊啦。但係我覺得呢條片其實拍到呢度嘅話，我已經可以停機啦。喂！黑粉啊！你都要知道一路食嘢一路拍嘢係一個有得食一個冇得食㗎，所以唔係話真係好輕鬆嘅一件事。你要嚟質疑我，你嚟坐呢度啊嘛，嚟啊！呢度就198，多1蚊都冇啦，就99蚊一位，找2蚊俾我哋一人搭部公交車翻去。如果你哋曾經有人嚟呢度食過嘅，你真係覺得佢哋有差評嘅，我求下你哋，當可憐下我喺評論區話俾我聽，唔好等我做一個傻，O唔 OK？